鏡頭來中華關心講啊，中華市丹寧路有真濟賣食的所在，假日時啊呢，有筆者人攏會來遮佚佗行踏。中華縣政府佇咧3月初就佇咧遮為即個行人優先區。不過啊，民眾反映講啊，這標線唔知是為什麼意思，看起來哪像咧畫符啊咧，看甲霧煞煞。縣政府表示講會閣來加強宣導。路口的斑馬線邊啊，閣畫黃色的架仔，另外這邊的斑馬線是畫青色摻花草。中華縣政府佇中華市丹寧路設中華頭一條的行人優先區，但是袂少人反映根本唔知影標線是什麼意思，看甲霧煞煞。不清楚，因為他沒有真正的宣導，我會覺得太混亂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。我是覺得你要不要做一個紅綠燈？你做那個還是車禍啊？還是常常車禍？因為在轉彎的時候沒有紅綠燈，十字路口。中華縣政府表示，丹寧路有賣濟在地有名的食物，假日時啊有袂少來遮佚佗的人陣，甚至會有排隊買食物的情形，所以選擇遮設行人優先區，除了要提升用路人的安全，嘛提醒過路的汽機車經過遮就要駛較慢的。成林路段因小吃名店多，常有行人排隊到路中情形。因路寬不足，因此在中正路與和平路間約270公尺規劃為行人優先區，目的在維護行人安全，並兼顧既有道路寬度與地方通行需求。縣府表示，行人優先區限速20公里，嘛袂使騎大巴，未來會加強宣導。縣府嘛望透過行人優先區的規劃，帶動附近相關發展，所落來看實際使用的情形，若有需要會繼續調整改善。記者楊淑晴中華報道。